乡亲啊，美丽现日的景象阁来了，即个是伫咧台中的大甲气象局的预测，一直到即个礼拜五，逐天尾仔仔4点半到5点即个中间时间拢伫咧遮吼，会当伫咧金国路大甲消防分队的附近看到美景。 也未到现即出现的时间，就已经有民众甲踮遐家咧找适合的出境地点。气象局预测的时间一到，大家拢赶紧来去。就甚有兴趣，对。不过第一次拍选日啊，台中从南区来的。哦，上一次公益路那里没有去拍过。没有那时候没空。 现在搁再出现伫台中，这次是伫瓦吉海边的大甲区，气象局预测对18礼拜一。 到礼拜五下晡4点半到5点之间，拢会当伫经国路大甲消防分队顶面的空中看到现日。不过出境的地点甲时间拢真重要。觉得好拍吗？不好拍，不好拍。为什么会不好拍？因为手机的关系啊。可能时间还没到吧，要再晚一点。附近的居民讲，因为这建筑物较少，民众会使利用分界道顶面的椰子树啊，甲道边建筑物做背景。 翕现即伫中间的景象，气象局嘛讲，20、21、22，这日头的角度会较低，估计一几工啊翕出来，这相片较水。